柳儿，噔噔噔噔，什么呀？这个你不知道吧？这个可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。凶器。凶器？娘娘，要杀谁呀？皇上，皇上。真是打扮。皇上，参见皇上。啊，爱妃，快过来坐。爱妃，最近身体如何呀？还好，皇上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啊，免礼。皇后，请坐吧。爱妃，这是新来的贡品，你尝尝。皇上，我减肥呢。啊，皇后，坐吧。我不愿意和这个狐狸精同坐。姐姐，你说谁？说谁？你心里还不清楚吗？皇后，要注意自己的仪态。皇上，这个狐狸精目无皇后，以下犯上，为所欲为，你却一直纵容她，你已经被她迷得昏了头了。大胆！皇后辱骂朕，罪不可赦，立刻贬为庶人，收回皇后册，打入冷宫。皇上，皇上息怒，饶恕皇后娘娘吧，请皇上开恩，就放了皇后娘娘吧，放了皇后娘娘吧。谁都不要求情。皇上连皇后也不惯着，天哪！看来皇上没杀我，还真是万幸啊！皇上息怒，皇后顶撞皇上都是源于臣妾，是我让姐姐生了那么大的气。皇上，你发发慈悲，网开一面吧，饶了姐姐吧！饶了姐姐吧，饶了姐姐吧，皇上！皇上，妙莲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皇上，您就饶了姐姐吧。哎呀，来，快起来！妙莲，你还是这么的宽宏大量。好吧。朕今天都看在妙莲的份上，先饶了你吧。妙莲，朕以前生气的时候，都是你陪着朕。现在你也陪朕走走吧。这些年，你与朕最亲近，朕明天就废了皇后，立你为后。皇上万万不可，皇后只是一时的气愤。再说了，我也有错啊。如果你这个时候废了皇后，那岂不是让人觉得我仗势逼人，连皇后都容不得？就算当了皇后，也没有办法服众啊。可是皇后当着朕的面都敢如此的侮辱你，如果朕不在，还不知道她会用什么手段来整你呢。其实也怪我，是我没尊重她。妙莲啊，你
你恢复到以前的样子，朕非常开心。皇上，你放开我！皇上，你放我下来！皇上！皇上，你想干嘛？朕能干嘛？你是朕的爱妃，朕今夜就住在这儿。皇上，不能这样！爱妃，朕想你都快想疯了。皇上，你别这样！皇上，你别这样！皇上，我求求了！皇上，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，我真的不是风昭仪，我是风风。皇上，你饶了我吧！皇上，你放过我吧！你放过我吧！你总是这么说，冯妙莲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啊？皇上，我是一个来自1000多年以后的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误入了皇宫，我只是跟他长得比较像而已。又说鬼话！皇上，你不能这样，我求求你了，皇上，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就只能自尽了。